嗨，嚟到第8場啦，話咁快啊跑咗7場啦。今日咧全部啲馬都係有飛啦，咁頭2場啊落飛得手啦，之後都好多20幾蚊啦，朗日自強啊，仲有隻穿甲金鷹啊，即係2倍21蚊開跑，都真係幾犀利啊！今日啲飛數啊，啱啱莫雷拉贏嗰2場。我自己唔係好中意風采人生啊，但係都贏，真係太勁。咁自己買咗翻好月型咯，嗰個位都啱噶啦，係放快咗少少，不過好得啦。今日你睇下頭先精益大師擺前都係偏着數嘅，咁所以就前置馬着數啦。呢一場仲有7分鐘開跑，睇下大家有冇心調轉。有冇啲咩馬嗰個狀態啊？行出嚟醒目啲啊！騎師啊，啱啱上馬啦。飛龍在天就係帶過啲呼吸儀器咯。今日咧太勁啦，莫雷拉太勁啦，咁所以我又唔夠膽放低佢，本身就唔係好想揀佢嘅。睇咗嗰啲早着先機啊，有少少擔心隻馬嗰個健康問題。晚上好。全是信號，咩意思啊？信號係咩啊？即係買1357嗰啲4連環4重彩就係呢幾隻。好，調翻轉先。今場有咩心水？正路咪揀翻隻燭光晚餐咯，調翻轉。因為你燭光晚餐今日好容易跑嘅呢個一檔，前面我唔知年少都好快唔快啦，因為上次喘鳴啦，佢唔夠快啦。咁領航君子上次就可以把握到冇乜抹走啦。咁上次一放到底，但係今次咧領航君子嘅8檔咧，裡面多咗隻白進巨星。我估白進巨星唔會咁容易俾佢自己可以領放。不要二不要係咩意思？咁另外仲有2係燭光晚餐啦，飛龍在天就係今日嘅，就係睇翻今日嗰個 flow 咯，就係好勁咯，啲落飛馬全部都好犀利。咁暫時呢隻就有飛啦，不過頭先有啲過關飛，所以回翻上嚟30幾蚊。咁仲有一隻咧半冷門就係3號啦。咁呢隻白進巨星，其實最近嗰幾次咧跑得唔好咧，上次嗰場1200其實佢守好位啊。但係佢末段有少少力弱之後呢，我就覺得騎師有啲求其騎嘅，咁當然佢就冇得爭勝噶啦，咁但係你騎埋落去就唔會輸5個馬位咯。咁同埋呢隻馬都好耐冇翻嚟谷草1000跑，我覺得有得搏下嘅。1236 1號馬力呢2場跑啱啦，同埋今日難追，呢個賠率唔抵啊！頭先我自己都買咗少少龍威心得嘅，因為20幾倍都有得搏下嘅。最後我覺得布文有心機跑嘅，但係今日兜大灣就唔得啦。82台聽唔到你講馬，係淨係喺沙田度講82台。見過我真人好靚，你咁樣讚我會好開心喎。1000唔買潘頓同女神，所以你問我自己可能買少少23Q 為之 Q 嘅馬力好唔好呢？馬力今日被動啊，最慘係其實今日冇跑過1000。估唔到今日啲馬係咯，都係要啲燈神啊，有飛之神嗰啲眷顧啊。不過頭先新力冇落飛嘅，精益大師就可能買啲放頭飛啦。2膽拖13690，係喎。嗰隻紅日社唔跑，其實上次紅日社都唔係好差嘅啫，叫做有少少追勢啦。我諗可能狀態上麻麻地，咁所以今次紅日社就走去跑1200，今日
日就讓咗隻電光高升跑1000，都唔出奇啊！季內都有啲初出或者跑1000跑得好。江拖39，江3962，路遙先知馬力，今季未贏咯。布文馬來西亞我都未去過馬來西亞。Hello， 布文可以嗎？布文本身嗰隻價值傳承係唔錯嘅，不過今日難追。咁你睇翻佢今次又排咗個9檔，可以點跑呢？都係縮住嚟跑嘅啫。係咯，好難啊！係啊，今晚開好多莫雷拉啊、方嘉柏啊。其實隻10未喺3班證明好多，不過你話1000啲對手弱咧，排住個2檔咧，再加上佢哋今日咁熱咧，唔揀唔得咯。電光高升贏咗個谷草集，但係時間我覺得唔係太快咯。同埋嗰場係布文幫佢試習嘅喎，最後落咗喺布浩榮身上啊！燭光 win 石哥起碼係啊，我覺得燭光晚餐今日嗰個形勢係幾好，不過咧佢之前贏之前咧，之前跑近嗰幾場啦，應該係話都有試習嘅，可能嚟到季尾啦，咁啊隻馬唔試習都情有可原嘅，同埋而家有50幾蚊、18蚊位置係合理咯。應該唔落飛啦啩？大熱門全入3甲，係啊，幾乎係全部開大熱門啊，唔係全係咯，本能唔係大熱門，係落到4倍次熱門。雙盤領航君子點跑啊？會唔會頂3碟㗎？新加坡 Hi Ken。咦，10回飛喎，會唔會馬力成為大熱呢？而家落緊飛，仲有隻8啊，12倍。潘頓揸一場2000 win， 會唔會係至尊大師啊？可靠啊！唔好意思啊，記錯馬名，大師。鄭俊偉今日唔差，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尾場蒸蒸日上咧，嗰個都唔可以太睇得低。86 AE86 領航君子電光高升，係啦。17好後追喎，咁大膽！17單滾，今日後追冇着數喎，哇！都仲係幾熱添㗎。燭光係驚騎師低沉，好多人俾 like 同埋心心，多謝。去到閘前啦，咁啊仲有0分鐘開跑。奧爾文啊，好似真係一輪時間冇贏馬喎，冇乜 feel。一定放棄10號，點解呢？點解會放棄10號呢？冇問題，跟住就批馬，領航君子，亦都順利埋。好啦，加值填色。1號好唔好？1號後追麻麻地，8進巨星好。8進巨星其實都係搏佢早段會積極啲埋嚟咯，但係冇乜飛喎。今日好似都有嘅古東尼頭先嗰隻牛精都可以上得到名。
出地位。而目前中積分一隊有進紅心，將會入係8場獲勝。全部馬進嚟到8場對2 31000點同大約暫時睇10。誒，調轉先。